無數人嚟到巴厘島係為咗度假，而我今日就走入咗巴厘島信仰嘅心臟。我受到民宿主人嘅邀請，行緊去佩利亞坦神廟，去參加巴厘最高規格30年一屆嘅神聖祭祀大典。參加前要入鄉隨俗，着上巴厘傳統服飾，如果唔係呢，入場嘅機會都冇。首先着上 saput， 然後就係 kame， 之後圍上一條絲巾綁帶，最後戴上 udeng， 完美融入當地，連民宿主人迪他都讚好。今日參加嘅唔係普通嘅拜拜，佢係叫 Grayat Pututusen Agut。Grayat 意思係大型嘅祭儀，而 Pututusen Agut 代表就係最高級嘅淨化，即係為咗淨化宇宙同埋人類自身，祈求神明賜予平衡與力量。我哋眼前呢個由水果同埋鮮花堆疊嘅祭品叫 Gebogan， 仲有巨大嘅塔式祭壇，供善信去祭拜同上香。入到去都會見到祭典嘅架構係由竹棚搭建而成，令我諗起10年一度嘅錦田酬恩見照。而今次嘅祭典係30年一屆，你會見到所有人都穿着統一嘅傳統服飾，謝絕外來賓客，所以我應該係當時現場唯一一個外國人，非常難得。我哋等到 Holy Man， 即係印尼當地嘅祭司去主持今日嘅儀式。好彩有迪他爸爸引導我完成每一個祭祀嘅步驟，而我心裏邊默念，非常感恩可以參加到咁難能可貴嘅本地宗教儀式。下一個祭祀步驟就係灑上聖水淨化身心，然後喺頸同額頭貼上米粒代表祝福，最後會以傳統舞蹈表演作結，完成一整日嘅祭祀儀式。片段嘅結尾，好想再一次表達我嘅感激、感恩同埋感動，可以以遊客身份參加今次嘅儀式。我諗呢樣就係深度旅行同走馬看花式旅遊嘅不同之處。30年一屆，人生有幾多個30年？唔知30年後我有冇機會重返巴厘去再繼續參加呢？今日呢段片係難能可貴嘅體驗，亦都花咗我好多時間去整理，希望可以分享到俾更多人睇到。我哋聽日見啦！